的叫，哎，夜半姑娘啊，遮尔水，徛踮你的面前，嗯你是目睭痴迷无看的心？啊，你是目睭痴迷，才无看掠人，还拢目睭痴迷心。自细汉就痴迷，又拢是过去。街头巷外问答你，掠人地趁钱。哪有人先空飞金山，包恁掠了爽快笑眯眯。来来来来，紧来紧来。掠人等你嘛好啊！安那？啊，我手无咧牵条条，嗯啊，你佫画掠人的，画甲遐大声。行啦，对我行。好阮厝住在这栋大楼的第10楼嘿，但是为着要省电，啊咱就爱用布帘。我靠！小姐，安那？啊，你讲你辛苦？是啊啊，那咧我看你人一定细工斗起来拄啊艰苦，对无？哎，人讲痴迷症下高龄有影就对。阿玉，哎，啊你哪会捌我？捌咯，探捌。啊，咱敢会当安尼吼，哪白哪掠，哪白哪掠。甲你哪床哪布咧，哪爬哪掠。啊，一捆啊80层，哪白哪掠，毋才会省时间。来讲，要省大家来省啊！我要掠半尾就好。半尾。对啊，哦，啊，你是讲掠到尾主要一半也是无？半尾你毋知？毋知？半尾就是一半用钱买，另外一半你相送。嘿，半尾半相送，你毋捌听其心？小姐，咱行到第40对吼？哎，啊你哪拢知？我逐项拢嘛知。啊，你住伫10楼嘿，我住伫4楼，嗯住10几年啊咧。好4块连等，一空一旁，我拢嘛知。哈！啊，厝边隔壁拢拗客，看破转来去眠床体，骨来考如何详细，宁可搬厝较袂爽。